由國際聯絡佛教慈航會澳門主辦，亞洲澳門髮型沙龍協會協辦之愛國愛澳睦鄰友愛煥然一新其樂融融活動現場，社會服務委員會副主席劉克楚先生同我哋致辭嘅，掌聲有請楚哥。感謝每一位以前嘅髮型師、以前嘅義工朋友，以及護膚團隊嘅義工朋友。愛澳睦鄰友愛。係啦，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就講一講養生啦，中醫嘅養生。可能無論任何情況嘅話，第一樣嘢要做乜嘢？係啦，你坐低，同埋揾個有陰定嘅地方，或者可能有遮就拆開把遮。跟住之後要做乜嘢？飲水係啦，但係要記得點啊？慢慢飲，慢慢飲，唔好。我哋沿住斜方肌啊，其實斜方肌好易揾嘅啫，只要我哋打側個頭，打側少個頭，你覺得有一個位置咧扯得你好緊嘅，側邊扯得好緊，咁你沿住扯得好緊，就一路撳上去，你就會撳到後邊有個窿窿嘅，有個凹位啦，應該叫做有個凹位嘅。